多谢明俊来讲，台语是咱的本土语言，是咱的母语。因为你敢知影，种其中有真侪分别。像你讲上简单的数字就好，你若念到路名啦、路段啦、名字、地号名，才用读这个文音。啊，若讲一般的这个数字爱用鼻音，这个要分得清楚，其实嘛唔是遐简单。所以实际到校园来看，这学生敢分得清楚。72345678910、12345567890，到底有倒位无共款？今仔网络顶头流传一段数字台语来考验你。只是只爱一个人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明明就拢是共款的数字，是安怎伊的读法会无共款，互大家拢感觉真困难。台语的数字到底当时要读文读音，当时要读鼻音，咱做伙来听老师的解说。地名甲人的名拢是用文读音，你若是讲日常咱来讲的口语，较侪都是白话音。台语是咱的本土语言，一定拢爱加讲，才袂流失。期待大家拢会当替本土语言尽一份心力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